乡亲啊，这个猫型圆仔伊的妹妹出世48天，这个目睭总算是擘开了。圆仔妹妹帮我号好名的活动，第2阶段票选开始了，6个名要选1个名，参加投票的民众，阁有机会会当甲猫型做伙来过中秋节。这是48天，圆仔妹妹目睭总算是擘金金啊！但是人真圆仔42天目睭就擘开啊！敢会是圆仔妹妹无想要遐尼紧面对这个世界呢？因为伊是巨蟹宝宝，对环境较敏感，常常拢会咿咿啊啊叫。听到查囝咧叫妈妈圆，马上甲好食竹笋带去边啊，去看圆仔妹妹。伊甲圆仔妹妹抱咧，真正是足够水的。圆仔妹妹还未号名，替我号一个好名。这个活动第1阶段已经有1700个名字。台北动物园对8月17开始进行第2阶段网络的票选活动。圆仔、圆妞、元宝、柔柔、珍珠、麻吉，这6个名字拢有无同款的意思。动物园会抽出40位参与号名活动的民众，中秋节会当到动物园和猫型做伙团圆。